新台市来看台北市的南京西路挖贵德街，找白半暝路边放弃，赶紧抢修补路。无想到讲今仔透早又搁放弃。市长蒋万安表示讲，会开始针对附近的环境来进行监测，一直到确定安全无问题。台北市政府的工务局是表示讲，有挖进淡水河的管线破去，讲已经先封起来了。目前附近有108户先暂停供水，81户的家属嘛先关起来进行抢修。打只铺好的点仔街路又搁闭起，台北市大同区南京西路挖贵德街迄块地啊，车被发生崩落的情形。经过修理了后，车站透早煞又搁放弃，而且范围也搁较大。早上起来又变成大天坑啊，吓死人了。到时候又怕停水，又怕停电，又怕前面交通不方便了。台北市工务局检判，涂骹底闭起的污水管线挖进淡水河。因为调色地势地下水水位产生变化，土坝压坑的范围变大。市长蒋万安早起去现场视察的时阵强调讲，目前上界重要的是针对车路崩落附近区域做全面的监测。过来是西宁北路到宽和北路这一段的路先封起来，而且透过广播等等的管道，让民众即时了解封路相关的资讯，确保交通未受到影响。目前已经掌握确定，就是在深度比较深的卫公馆，也就是污水管这边有破损，这一段我们接下来就要把它废止，然后相关的卫公馆我们在前端我们做一个分流，也都已经处理好。现在会影响了大概两旁有108户用水，那瓦斯的部分有81户，那我们希望在3天至4天内把它整个开始这个地质的改良，那把它整个完成，让它恢复通车。因为自来水管线受到车路崩落的影响，突起漏水，发水处嘛已经即时把附近的水管的水拢禁起来。迄块地用户拢总108户会暂停供水。发水处早起9点开始，伫南京西路301号甲325号已经设置临时供水站。台北市土木结构技师嘛有去现场安装测处倒去的预警系统，来维护附近住户的安全。记者综合报道。